虎哮石河係香港流動緊最美麗嘅石河，去過嘅朋友都知道啦。每一次個企位，啲石頭都有改變。今日我哋先喺九麻脊登上九牙嶺。九牙嶺脊攀上去西九牙，喺九牙嶺脊衝刺一線生機。一線生機，後面係炎黃壁。最後挑戰炎黃壁。